1974年10月，美國愛達荷州發生咗一宗極之狗血嘅綁架案。一個老男人愛上咗自己鄰居屋企嘅小女孩，於是就將佢綁去咗墨西哥，為咗令個女仔自願同自己結婚。個男人竟然幫佢洗腦話：你係一個外星混血兒，如果你唔同我生一個仔，你即刻就會魂飛魄散。狗血嘅事去到呢度仲遠遠未完，因為就喺呢個男人被捕之後，個女仔嘅父母竟然紛紛出面幫佢求情。原來為咗綁架個女仔，呢個男人居然仲引誘過佢嘅父母。1974年10月17日，喺美國愛達荷州波卡特洛小鎮，鮑伯同瑪麗兩公婆正心急如焚咁等緊佢哋12歲嘅大女揀返屋企，因為就喺呢一日，呢對夫婦嘅好朋友兼好鄰居羅伯特提議話等揀落完鋼琴堂之後帶佢去騎馬。由於羅伯特同呢一家人關係非常好，所以鮑伯同瑪麗都冇諗太多就應承咗。點知揀去到深夜都仲未返嚟，呢對夫婦都不禁開始有啲擔心。不過擔心歸擔心，因為鮑伯同瑪麗實在太相信羅伯特嘅為人，所以兩個人都冇將件事諗到咁壞。直到10月21號朝早，亦即係揀同羅伯特失蹤足足5日之後，呢對夫婦先開始覺得件事有啲唔對路，於是佢哋就打電話報警，向警方報告揀同羅伯特失蹤嘅情況。警方接到報案之後， FBI 即刻展開大規模搜索。好快警方就喺10月21號當晚，喺距離鮑伯屋企大約60公里嘅一個公園入邊揾到羅伯特架車，跟住警方又喺架車旁邊發現咗一條輪胎印。由於呢條輪胎印比普通私家車留低嘅印要闊，所以警方推測應該係房車留低嘅痕跡。乍眼睇現場嘅線索好似顯示羅伯特同簡係俾開房車嘅人綁走咗，但就喺呢個時候，警方又發現羅伯特屋企嗰架房車啱啱消失咗。於是綜合而家掌握嘅種種線索，警方判斷綁走簡嘅人正正就係羅伯特。不過雖然警方已經釐清咗呢宗案件大概係點一回事，但係羅伯特同簡就好似人間蒸發咁，完全冇任何消息。直到11月19號傍晚，羅伯特個細佬打電話俾瑪麗，案件先至出現轉機。喺呢通電話入邊，羅伯特個細佬轉告瑪麗，話羅伯特要求鮑伯同瑪麗夫婦容許佢同簡結婚，又或者改由佢做簡嘅監護人，否則羅伯特唔會帶簡返嚟。最後佢仲同瑪麗講，羅伯特叫佢哋好好考慮清楚，過幾日仲會再打電話過嚟。接到呢通電話之後，鮑伯同瑪麗即刻將消息通知警方，而警方隨後亦都喺羅伯特細佬屋企嘅電話加裝咗位置追蹤裝置。於是到咗11月23號嗰日，當羅伯特再次打俾細佬問鮑伯夫婦嘅答覆嗰陣，警方成功鎖定咗佢嘅位置。佢當時正身處墨西哥馬薩特蘭一間酒店入邊。攞到呢條線索之後，美國警方即刻聯絡墨西哥警方，要求跨國拘捕羅伯特。好快墨西哥警方就根據地址揾到羅伯特嘅房車，一班持槍警員隨即制服咗羅伯特，並且帶走咗簡。羅伯特被捕嘅第二日，鮑伯夫婦就飛去墨西哥準備接簡返屋企，但點知見到父母嘅簡，唔單止好擔心綁架佢嘅羅伯特，仲不停責怪爸媽唔應該報警。佢仲同父母強調羅伯特好愛佢，絕對唔會傷害佢。比簡嘅反應更加詭異嘅係，就喺三人團聚嘅第二日，美國駐墨西哥大使館同呢一對夫婦講咗一個驚人消息，就喺羅伯特同簡留喺墨西哥嗰段時間，兩個人竟然已經登記結婚咗。呢個消息無疑嚇親鮑伯夫婦，所以佢哋將簡接返美國屋企之後，就將簡同羅伯特嘅結婚證寄返去墨西哥，宣布簡同羅伯特嘅婚姻無效。由於鮑伯夫婦擔心簡喺離家嗰段時間遭受過侵犯，所以又帶佢去做咗全面身體檢查，而醫生就冇發現簡身上有被侵犯過嘅痕跡。雖然鮑伯夫婦攞到檢查報告之後鬆咗一口氣，但佢哋心入邊仍然充滿疑問。簡點解會咁信任羅伯特？喺兩個人獨處嗰段時間入邊，究竟又發生過啲乜嘢事呢？喺綁架案發生之前，羅伯特一直都係簡父母嘅好朋友同好鄰居。1971年，羅伯特帶住佢老婆同5個仔女一齊搬到波卡特洛。羅伯特一家喺做禮拜嘅時候，經教友介紹認識咗簡一家。由於羅伯特兩公婆性格風趣幽默，而鮑伯兩公婆為人亦都好淳樸善良，所以羅伯特夫婦同鮑伯夫婦一拍即合。而兩家啲細路又因為年紀相若，好快就成為咗好朋友。兩家人相識之後，就經常一齊去度假同野餐。久而久之，簡、鮑伯同瑪麗就對羅伯特完全冇晒戒心，因為對簡嚟講，羅伯特就好似佢第二個爸爸，而對鮑伯夫婦而言，羅伯特就好似佢哋親兄弟一樣。所以當羅伯特喺10月17號嗰日提出要帶簡去騎馬嗰陣，
鮑伯夫婦一口就答應咗羅伯特嘅請求，但佢哋完全冇諗到，由簡踏上羅伯特架車嗰一刻開始，就已經跌入咗佢精心設下嘅陷阱。當日下晝，當簡一上車之後，羅伯特首先遞咗一粒維他命膠囊俾佢，仲吩咐簡一定要食埋。由於喺呢之前，羅伯特都經常催簡食維他命保持健康，所以簡冇諗太多就吞咗落去。但今次羅伯特俾簡嗰粒膠囊入邊，其實包住嘅係安眠藥。簡食完維他命膠囊冇幾耐就瞓着咗。當簡再一次醒翻嚟嘅時候，佢手腳已經俾人綁喺張床度，而佢耳邊仲傳嚟一部收音機播出嘅電子聲。嗰把電子聲同簡講，其實簡係一個外星混血兒，佢爸爸並唔係佢親生父親，而係外星人用特殊手段令佢媽媽受孕生咗佢出嚟。但係而家外星球正面臨人口危機，所以簡必須同一名由佢哋揀定嘅雄性同伴結合，並且喺16歲之前生出天選之子。如果簡唔肯幫佢哋完成呢個計劃，佢哋就會整盲簡嘅二妹，解決簡嘅爸爸，而簡嘅細妹就會俾人帶走，代替佢繼續完成任務。聽到呢啲說話之後，簡嚇到放聲大喊，但係由於呢個時候簡仲受到體內藥物嘅影響，所以好快又沉沉瞓翻落去。喺接落嚟嗰段時間，情緒崩潰嘅簡幾次喊醒又瞓着，終於喺唔知過咗幾多個鐘頭之後，簡先至有翻力氣起身活動。好快簡就喺房車前面見到瞓喺梳化上面嘅羅伯特，當時羅伯特滿面鮮血，右手仲有一道傷口，而佢本人就陷入咗昏迷。俾簡搖咗好耐之後，羅伯特先至終於醒翻過嚟，佢先係激動咁痛哭，仲感嘆簡居然仲生存。跟住羅伯特又同簡描述佢哋點樣俾 UFO 劫持嘅過程，同埋佢點樣拼命保護簡，唔俾佢俾人捉走。唔單止咁，羅伯特仲同簡講話佢就係俾外星人揀中，要同簡一齊生 BB 嗰個人。如果話簡之前對外星人存唔存在仲有一絲懷疑，咁喺聽完羅伯特嘅說法之後，簡基本上已經完全信晒呢一套講法。畢竟羅伯特係除咗簡父母之外，簡最信任嘅成年人。於是接落嚟，簡喺羅伯特嘅指示之下，扮成咗羅伯特個仔，兩個人揸車穿過美國邊境，去到墨西哥境內。喺墨西哥嗰段時間入邊，羅伯特每晚都會叫簡食安眠藥，話係幫佢放鬆，但係其實會喺簡瞓着之後，半夜播出外星人嘅聲音，從而加強對佢嘅精神控制。喺外星人嘅指導之下，簡喺房車入邊揾到3本書，第一本係關於生殖科學，後邊2本就係兒童 SQ 雜誌。一諗到將會發生嘅事，簡就覺得好不安。但係佢唔想失去爸爸，唔想二妹失明，亦都唔想細妹俾人由屋企帶走。所以喺簡俾羅伯特帶走嘅第3個星期，簡就自願同羅伯特發生咗關係。不過由於羅伯特同簡發生關係嗰陣，只係淺淺咁進入咗簡，所以簡嘅處女膜仍然完好無損。事發之後，按捺唔住喜悅嘅羅伯特打咗電話俾佢細佬，仲想叫鮑伯夫婦同意佢同簡結婚。但嗰陣時嘅羅伯特完全冇諗到鮑伯夫婦已經報咗警，而正正就係佢呢通電話俾警方提供咗追蹤佢位置嘅線索。喺被捕嗰晚，羅伯特趕喺簡父母抵達墨西哥之前，用分界賄賂咗一名守衛。嗰名守衛收咗戒指之後，俾簡同羅伯特進行咗一段短暫對話。喺對話嘅過程入邊，羅伯特除咗扮慘狀可憐，仲命令簡一定要記住4條規則。第一，唔可以同任何人提起有外星人存在，否則你嘅靈魂就會被毀滅。第二，唔可以向任何人透露你要生 BB 嘅任務。第三，唔可以話俾任何人知我俾你食過藥。第四，唔可以話俾任何人知我哋摸過對方。由於簡已經長期受羅伯特洗腦，所以佢好自然就遵守咗呢幾條規則。於是喺接落嚟嘅日子入邊，佢絕口唔提羅伯特對佢嘅綁架同洗腦，反而要求警方同佢父母快啲放走羅伯特。而喺另一邊，羅伯特落網之後，好快就俾人押返美國，並且喺同年聖誕節俾佢老婆保釋出獄。聖誕節過後冇幾耐，羅伯特個老婆就敲響咗鮑伯屋企道門，要求單獨同鮑伯傾一傾。佢同鮑伯講，羅伯特要求佢哋兩公婆簽一份宣誓書，聲明佢哋相信羅伯特係清白嘅。如果唔係，羅伯特就會爆出佢哋之間嘅黑料。呢個消息即刻嚇親鮑伯，跟住鮑伯就拉住老婆一齊簽咗支持羅伯特嘅宣誓書，宣告羅伯特清白，令羅伯特成功脫罪。咁究竟羅伯特口中講嘅黑料又係指啲乜嘢呢？原來就喺簡被綁架之前冇幾耐，鮑伯曾經幫羅伯特打過一次飛機。所以就喺呢對夫婦簽署宣誓書之前，羅伯特曾經威脅過鮑伯，如果鮑伯唔簽，羅伯特就會爆出佢哋兩個之間嘅醜聞。於係喺巨大心理壓力之下，鮑伯帶住瑪麗簽咗宣誓書，放棄咗對羅伯特嘅一切指控。
於是就喺警方仲未嚟得切對案件作進一步調查嘅時候，鮑伯夫婦出具嘅呢份宣誓書徹底宣告咗羅伯特嘅清白。咁樣警方想關羅伯特都冇辦法，於是警方唯有放走咗羅伯特。羅伯特嘅罪行已經人盡皆知，但佢受到嘅唯一懲罰只係唔准再靠近簡一家。不過喺羅伯特眼中，呢條禁令根本冇乜用。喺被禁止靠近簡一家之後，羅伯特揀咗用傳紙仔嘅方式繼續同簡保持聯絡。佢有時會扮成外星人向簡查問任務嘅進度，有時又會以本人身份同簡見面，假意勸簡放棄所謂嘅任務，唔好再同佢亂搞。羅伯特呢種操作將簡呢個12歲嘅小女孩玩到團團轉，慢慢地簡嘅脾氣變得越嚟越暴躁。佢開始經常同父母講自己一定要同羅伯特結婚。由於鮑伯曾經同羅伯特發生過見唔得光嘅事，所以鮑伯對簡嘅要求一向冷處理。但作為母親嘅瑪麗就坐唔住啦，佢一定要親自揾羅伯特問清楚佢同自己個女之間究竟發生過乜嘢事。去到呢一步，呢單案入邊最離奇嘅事發生咗，因為就喺瑪麗同羅伯特接觸嗰段日子入邊，瑪麗居然都深深咁愛上咗羅伯特。原來就喺瑪麗同羅伯特會面嗰陣，羅伯特同瑪麗講佢接近簡係因為簡可以醫好佢嘅心理病，但佢真正心愛嘅人一直都係瑪麗。聽完羅伯特嘅深情告白之後，瑪麗即刻俾佢呃到，跟住同羅伯特發生咗關係，並且由此同羅伯特展開咗長達8個月嘅婚外情。喺接落嚟8個月時間入邊，羅伯特同瑪麗總共見咗11次面，當中有9次會面，瑪麗都帶埋簡喺身邊，其中有2次，瑪麗仲直接俾簡同羅伯特單獨過夜。而就係喺呢2次機會當中，羅伯特同簡真正發生咗關係。由於瑪麗開始喺屋企成日提起羅伯特，佢嘅心思亦都慢慢唔再放喺鮑伯身上，所以鮑伯都察覺到老婆同羅伯特之間可能有唔正當關係，於是佢向瑪麗提出離婚，並要求帶走佢哋3個女。瑪麗轉頭就將件事話俾羅伯特知，但令佢估唔到嘅係，羅伯特唔單止極力支持佢哋離婚，仲要瑪麗一定要爭取到3個女嘅撫養權。羅伯特呢個古怪要求令瑪麗明顯覺得有啲唔對路。瑪麗意識到羅伯特想要嘅似乎根本唔係佢，而係佢3個女。於是瑪麗好似大夢初醒咁，由呢段婚外戀入邊抽身出嚟，同羅伯特斷絕咗來往。瑪麗斷聯之後，羅伯特即刻陷入焦慮，佢唔甘心就咁失去啱啱到手嘅簡，於是為咗一勞永逸咁將簡據為己有，羅伯特又喺1976年展開咗佢第2次綁架計劃。1976年8月10號深夜，羅伯特直接企咗喺簡嘅睡房窗外，佢叫簡即刻執好行李跟佢走，而簡亦都乖乖照做，再一次跟住羅伯特離家出走。跟住羅伯特攞住一大堆偽造文件，將簡送去加州一間天主教寄宿學校。佢同學校一位修女講，自己係一名去黎巴嫩執行任務失敗嘅 CIA 特工，佢老婆俾仇家報復殺害，為咗保護個女，佢只可以隱姓埋名。呢套大話呃到修女，亦都呃到其他教職員，所以每次羅伯特嚟探簡嘅時候，修女都會好似做賊咁，幾次確認冇目擊者之後，先會偷偷帶簡去見羅伯特。而喺鮑勃夫婦嗰邊，由於佢哋呢陣已經好清楚羅伯特嘅為人，所以面對女第2次失蹤，佢哋好果斷咁揀咗報警。而警方亦都好快透過羅伯特曾經打過去天主教學校嘅一通電話，鎖定咗羅伯特同簡嘅位置，並將羅伯特拘捕歸案。同上次一樣嘅係，由於簡唔願意配合警方調查，所以愛達荷州法院依然好難替羅伯特定罪。最終，愛達荷州法院只可以判羅伯特強制接受精神治療半年。喺羅伯特獲釋之前，法院又因為羅伯特涉嫌綁架幼女，判處佢1個多月監禁。而喺另一邊，簡嘅家庭氣氛亦都喺羅伯特被監禁之後變得大不如前。由於簡深信羅伯特編造嘅外星人大話，所以佢同羅伯特徹底斷咗來往之後，性情大變。簡成日會因為自己冇完成任務而情緒崩潰，所以時間一長，簡開始拒絕同父母講嘢，甚至想同屋企人斷絕關係，試圖用咁樣去保護家人。喺羅伯特洗腦影響之下，簡提心吊膽咁成長到16歲。不過就喺佢16歲生日嗰日，簡發現要挾佢嘅外星人並冇出現，佢一家人依然活得好好。到呢一刻，簡先至意識到咁多年嚟，其實自己一直活喺羅伯特嘅謊言之中。2003年10月，瑪麗寫咗一本叫做《被偷走的純真簡布羅伯格》嘅故事嘅自傳。呢本書詳細描述咗簡同羅伯特之間發生過嘅一切。本書推出之後，喺美國社會引起咗好大迴響，因為啲人真係估唔到
現實生活居然都會發生咁狗血嘅事。不過更估唔到嘅係，冇幾耐之後，大家就親眼見到簡同羅伯特嘅當面對質。2004年3月，瑪麗同簡帶住本自傳參加咗一次婦女會議。正當簡準備上台演講嗰陣，羅伯特不請自來，喺台下大聲叫嚷話自己係清白嘅。於是保安就將羅伯特趕出會場。喺俾保安請出會場之後，羅伯特搶咗一架小貨車，喺停車場橫衝直撞，撞到一名保安，仲將對方拖行咗100幾米。闖完呢啲禍之後，羅伯特因為襲擊、非法侵入同擾亂治安等指控被捕。然而就喺羅伯特被判刑之前，佢服約喺2005年11月結束咗自己條命。佢留俾世界最後一句說話係：我死都唔要入監獄。到呢度，呢單荒誕離奇嘅案件終於落下帷幕。由於簡長大之後成為咗一名活躍喺公眾視野嘅演員，而呢單案又真係太狗血，所以呢一宗案件不時都會俾美國大眾提起。2017年網飛甚至為呢單案拍咗一部叫做《公然綁架》嘅紀錄片，再一次令呢單案件成為大眾八卦嘅話題。不過食瓜歸食瓜，呢單案件都係提醒我哋，家長唔應該俾小朋友同自己嘅熟人過分親密，因為冇人知道呢班熟人入邊會唔會拎住心懷不軌嘅壞人。多謝大家追完今期案件，大家可以喺評論區一齊傾下偈。我係 Leo 啊，得閒記得 follow 我個頻道，下次見。